卑的。这个时阵，求上帝，互咱有一个谦卑的心，互阮会当有受教的灵，也互阮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内面，来遵探上帝的教示。求你，予我有谦卑的心，予我愿意受教的灵，予我会当行伫你的旨意，遵行上帝的教示。求你，予我有谦卑的心，予我愿意受教的灵，予我会当行伫你的旨意，遵行上帝的教示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咱要让耳乐感恩的心，做伙同心来祈祷。正做咱今日的开始，咱就爱谦卑顺服，来到主上帝的面前。无论咱现主是顺境还是逆境，现在还是过去，拢要献上感恩加耳乐。咱求圣神伫遮掌权，求主将祈祷的灵，搁一遍来充满咱每一个人的心。相信咱人来上帝来认罪，求主耶稣伊的保惠来洗净咱一切的罪甲不义，来洁净咱的心。这时阵，咱做开声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是深深靠无你的同在，感谢你的怜悯。主啊，阮搁一遍伫你面前来悔改认罪，
主啊，求你来赦免阮，来接纳阮。主耶稣，你永远无放杀阮，互阮有伫阮的思想顶面常常摄念你。主耶稣，你同在的迄个美好，我要借着祈祷，无论阮拄着环境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我们拢大大来学到你。阿爸天父，我的灵学到你，你赏赐阮有够额的开力，你也是引导阮行一条信心道路的主，你也是万军的耶和华，天地的大主宰。主啊，我们用嘴来学到你，我用嘴来背用你的救恩。阮深知你的心意，你无永远来离开阮。求你带领阮经历你信心这条道路，来面对阮现在所拄着的困境，来丰富阮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有一个谦卑的心。是咱为着教会事工，咱为着教会福音事工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助咱伫福音的事工的推动的顶面，拢有主的同在。特别为着阮下晡要所举行的年度的事工研讨会，求上帝亲自来掌管，也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有一个较无的心。来靠迫上帝，时时向上帝放伫咱的心内。咱也为着即届要受洗兄弟姊妹，求上帝来保守，来坚固因的信心。咱也为着咱教会牧区团队来祈祷。咱将这个3项代志，恭敬摆在主的面前，咱做开嘴来向上帝来恳求。主耶稣，你是教会头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。求主赐予阮有参与福音事工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勇壮的新心灵。主啊，你爱阮将福音传出去，来祝福别人，为阮的教会来献上祈祷。求主你赐了合一的灵，复兴的火伫阮的福强教会，阮愿。要来卫生传福音的使命，我们因着福音，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。因为福音会，阮的生命来拄着永生。互阮因为福音，我们搁甲主你有好的连结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互阮会当热心参与伫各种的福音事工。甲小组团契生活，伫基督内底领受主你的听，相信阮也要求主你来保守阮，
伫后礼拜要受洗的兄弟姊妹，求上帝你来坚固因的信心，主动甲试炼离开因，因的福分，互因一生丰盛阁有春。特别阮也为着阮下晡要举行的年度事工研讨会，求上帝你恩膏，甲阮所有的牧长、中级牧区团契同工，拢有对你遐来属天的恩赐、合一的灵、有教义的智慧来领受主耶稣遐来启示。主的名要显明大以上，主的确要教阮三角地底，帮助我。上帝来恳求上帝兴起青年人来到教会，那求上帝为了咱教会主日的儿童事工来祈祷，咱也为着咱青年的牧师水平牧师，伊伫20-30岁的时阵，主的呼召，互伊成做一个牧者。咱就为着伊时常来为你祈祷，咱为着这个爱事来向上帝来恳求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今仔日是青年，今仔日的青年是阮教会明仔载的群起，求主来保守阮教会来青少年，互呢。定睛伫上帝你的心上，互上帝你来带领因的生命，点对因火热的心来服侍上帝。求主你来引带因头前的道路，互因的心思行为合主你的心意。主耶稣讲，毋通禁止囡仔来亲近阮。求主你来兴起一同工甲主日的老师，互因将因的恩赐。来教导细囝行伫正直的路，互一生无偏离。主啊，你呼召水平牧师，诚做阮教会青年牧师。主啊，阮知你是有美好的旨意会甲伊同在。伊要承接青年事工的使命，领受主你遐的恩膏，诚心侍奉，富强青少年世代是要有大作为的，是要互主你所用的。主啊，求你兴起这群的青少年，互因有属灵的恩赐、敬拜的恩赐，热情的来服侍上帝。互少年人，互因会当甲水平牧师三做伙同工，来兴起上帝的福音。主啊！富强教会青年人要来大大兴起，主啊，求你来祝福因，帮助因。主啊，阮需要搁较侪祈祷，来较侪祈祷，含较侪瓦克伫阮的心上，帮助我。帮助我，搁较侪祈祷，帮助我，搁较侪我搁多多相。
是咱为着咱教会每一个家庭的各种的关系，夫妻也是亲属兄弟姊妹，伫阮的一场顶面，甲人有三好好，也帮助阮伫厝里面还未捌认捌主的上的人，咱来传主的福音。咱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经济来源来祈祷。伫疫情期间，有侪人因的经济因的生活拄着真正的艰难，咱求上帝来帮助因。咱也为着咱教会软弱的肢体的兄弟，来向上帝来恳求。咱做伙开声来为这事来祈祷。主，你将听赏赐祝福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我们伫遮经历主你的同在甲平安。我来特别为着阮厝里也毋捌认捌上帝的人来献上祈祷，求求你帮助阮，用阮的性命来影响阮的性命，活出基督的美好，引带因来认捌上帝，因为主你的听，互阮有彼此的连结。阮的家庭、夫妻、亲属之间，拢有和睦的关系。伫阮的一场同事，拢有好的互动，人甲人之间有契合的关系。上帝，你是丰盛供应的，互阮伫阮的工作顶面，互阮有责任，互阮有会当胜任。伫阮经济上的稳定，愿主你来祝福阮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。主啊，我们为着阮教会病痛的兄弟姊妹献上祈祷，无论伊是伫治疗中，还是伫敬仰中，主啊，你拢听见因呼求的声，主你知影因软弱，知影因的需要，主你医治的大能，病痛要得到医治，心灵困乏的要得到透放，求上帝你拄起阮一切搅扰。你也是有上帝的医治加平安，主啊，求你互阮听见你听的声，愿我靠你，愿我靠你。我听见你听人的声，因为我靠你。这是咱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，
咱为着咱今日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，求上帝充满伊，充满伊。咱求上帝来帮助咱今日的服侍者，无论伫对方面的疏会，同工侍奉，拢有上帝的同在。咱为了咱今日会友，会当搁一遍来谦卑领受教导，来献上祈祷。咱做伙为着这个事来向上帝来恳求。听我老伯伯天父，只是求你圣神引带加倍，和我伫牧师的身上，互牧师有好的体力甲精神，互伊所讲的信息，拢要充满祝福。主啊，阮搁一遍较无安静来领受，阮去互今日所有的服侍的同工，无论是书会、书献、招待、敬拜、献诗、交通、影音。求主保守一切定事，拢有主的同在。主欢喜阮同心服侍，求主互阮单单服侍的心，喜乐全源咧一边来充满阮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阮，我们献上俄勒感恩的祭，我们设立宝座，求你降临伫阮的当中。你搁一边将迄个喜乐的灵、生命活水来温过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，互阮的病的听得到医治，讨帮阮受捆绑的心灵。主啊，阮愿意搁一遍献上阮诚心的祈祷，恳求上帝你来接纳，感恩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来做伙起立，来念这篇诗。欢喜的心来学咱的上帝，只是咱用诗歌来学咱的祈拜上帝。我心嘛，你着欢喜出声，学了耶和华，用真心天天的信心学了伊，伊的一切拢会见证伊的智慧大权的，咱大家学了敬拜来为伊。我心嘛，你着欢喜出声，学了耶和华，用真心天天的信心学了伊，伊的一切拢会见证伊的智慧大权的，咱大家学了敬拜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荣的为爱来奉献，我的。已经带领，一起走。
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，我因我乐你，全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我心啊，你叫我语出声，阿罗耶和华，用真心真切的心情阿罗伊。你的一切拢会见证伊的名为大权力，咱大家阿罗敬拜来回应。我心啊，你叫我语出声，阿罗耶和华，用真心真切的心情阿罗伊。一切拢会见证伊的地位大权力，咱大家阿罗敬拜来回应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我的阿罗你，全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我的阿罗你，全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我的全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哈利路亚，荣耀的君王，多谢上帝为爱来感谢。我的阿罗你，全意敬拜你，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你是创造万物都伊的真实。主啊，咱将一切阿乐荣耀归咱的基督上帝。主啊，你是阮的牧者，阮的灵要伫遮听候你。主啊，阮的心要安静伫你的面前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静候听你的声。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的灵静候听你的声。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到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舵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。我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遮，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灵静候听你的声，我心安静伫你面前，我灵静候听你。我的牧者，我心所听，放到家己，予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掌舵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紧紧牵我。永远无放散我，永远一生，予你的旨意伫遮。你是
祝我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，用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这。我心所听，当作家己，互你引带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我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。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这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永远的祝我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总免惊。你的手轻轻牵我，你永远无放散我，用我一生，互你的旨意伫这。这是咱做来吟圣诗126首。